香港好多朋友都有股骨頭壞死，股骨頭壞死分為缺血性嘅股骨頭壞死，第二酒精性嘅股骨頭壞死，第三藥物性嘅股骨頭壞死，第四係外傷型嘅股骨頭壞死。酒精性嘅股骨頭壞死係因為飲酒所引起，藥物性嘅股骨頭壞死係因為食嗰啲激素引起股骨頭壞死。呢兩種股骨頭壞死都係缺血所引起。咩原因缺血呢？係因為血管通過肌肉嘅緊張壓迫血管，導致股骨頭壞死。第二，肌肉嘅緊張會令到髖關節嘅空氣變細，壓力增大，導致骨與骨之間嘅摩擦，產生股骨頭壞死。所以點解手術之後，國產嘅股骨頭用3到5年，外國嘅股骨頭用8到10年都會再壞死呢？就係因為呢啲問題冇解決，佢主要嘅原因都係肌肉，所以喺推拿對於股骨頭壞死起到重要嘅作用。喺前邊嘅視頻我有講到髖關節周圍嘅肌肉，亦都講到髖關節嘅結構功能。今日我哋繼續研究股骨頭壞死，佢喺邊幾種情況下出現疼痛，我哋點樣通過推拿嚟處理股骨頭壞死？第一個診斷，四肢線陽性，患者平瞓，以佢左邊為例，左邊嘅腳擺喺右邊膝頭哥之上。如果腳呢度可以擺平，呢個屬於正常。如果佢嘅腳咁樣翹起，就屬於四肢線陽性。當然，四肢線陽性唔代表一定係股骨頭壞死，底下關節嘅損傷同埋打腰肌都會令到四肢線出現陽性。除咗四肢線陽性，我哋仲要檢查佢嘅功能是否有障礙。第一個功能係髖，多數股骨頭壞死嘅朋友骨髖會出現疼痛障礙，我哋係去處理佢嘅拮抗肌，而唔係主動肌。現代醫學已經唔單純係要了解解剖，而係要識得力學更高一個維度。呢度屈髖出咗疼痛或者障礙時，我哋應該處理佢嘅臀三肌，即係臀大肌、臀中肌、臀小肌。髖關節後伸，即係叫伸髖運動，出現疼痛或者障礙時，我哋要處理下腰肌同埋股四頭肌嘅股中間肌同股直肌。好多朋友股骨頭壞死，髖關節外展時都會出現障礙同埋疼痛。我哋處理大髀內收肌群，髖關節內收時出現障礙同疼痛，我哋處理股外側肌同埋腓骨長肌內旋時出現疼痛，我哋處理踝關節同埋臀部嘅痛點。髖關節旋外時出現障礙同疼痛，處理下腰肌同埋臀肌。今日嘅問題，雙側股骨頭壞死點樣處理？答案請你打喺評論區。歡迎大家嚟到馬師傅講筋骨課堂，我係馬師傅，英文名 Martin。股骨頭壞死主要係筋骨同條手法，好快為大家展示。你嘅點讚、評論同分享係我拍攝嘅動力，多謝你嘅關注。